天只做一件事。首先有宜家家私最新推出嘅一款鐘 PS1995 經典復刻座鐘，今次推出呢款係佢嘅迷你版。第二樣就係自己設計嘅藍頭系列萬用轉印貼，因為個鐘呢個體積唔係好大，而我又想貼晒30對喺上面，所以每一次貼之前呢都要度清度楚。計好晒之後呢，就開始不停貼。鐘面附近嘅位置呢，嗰個地方比較窄，所以我就冇貼到貼紙啦。佢嘅設計係有磁石功能嘅，咁你可以喺佢機身表面呢去磁一啲你想要嘅貼紙啊，或者啲字條。最尾有6張剩咗，我就貼咗喺裏面嘅位置。佢除咗表面係鐘之外，打開個蓋之後呢，其實佢有一個小小嘅儲物空間，可以放下啲首飾啊、小配件咁樣嘅。次介紹係咁多，下次見，拜拜。我哋都有出一啲自家設計嘅 NBA 周邊產品，可以上我哋網站睇啊。網站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又見到噶啦，拜拜。